เขาเขตนี่แล้วเนาะเขตที่มองเขาจะเที่ยวเสียงดังบึมบัมบึมบัมรถก็จะมาจอดอยู่ตรงนี้然后呢，里面的2圈呢，大家不用继续啊，是我们的姑娘小伙伴要释放给大家看，方便大家观看，所以呢，大家不要进入到中间。大家的位置呢是在位置水缸的外面，是要扩大一点。然后呢，现在呢还没有做完圈的时候呢，咱们所有方面的朋友们往后退3步，来，准备好。哦，เขาจะปรับปรุง退2步，再来。再来我们这边5号车来，我这边啊，这里5号车到这边来。小姐姐来举手试一下，小姐姐，找到他一个接着。เบิ่งยังนี่哦，那是我们蹲一下，我们桂林5号的主席。一个接着一个，不要急，不要拉，不要失场啊！来，慢慢的往后接上，我们要转动起来。เขาแสดงยังนี่เราเข้าไปนี่ดีป่ะยังไปไหนยังไปเลยนี่上一个通道，然后呢，这里舞台左右2侧的朋友们往边上靠一点啊！来，看到姐姐，看到这位姐姐，小心啊，刚刚这个甩到你的啊！来，接起来，左右2侧的会喷水啊，大家注意，往边上靠一点，不想失身的往边上靠点。哎，然后接起来，慢慢的啊，那个转弯的地方转弯，听从安排，哎，听从指挥，慢慢的，不要急，不要慌。安全出来，安全回去，注意安全，一定要开心，这记好了啊！接起来，然后不参加跳舞的朋友们一定要让个道，不要堵到路了啊！准备好了，我们一边加入一边走动起来啊，自己主动加入进来就可以了。来，翘起头来，打起鼓，欢乐的舞蹈，跳起来的，来，向你的右手边，双手合十，高高，慢慢的往下来到胸前。然后呢，向你的右手边走动起来啊！所以呢，右手边的朋友们，慢慢的让个道，给我们的保安小姐姐让个道，她是带队的啊！来，让个道，往边上撤一点，不要堵到路。来，带着你美丽的心情，跟着我们的姑娘小伙伴一起抬起来，抬你的左手，点你的右脚，抬一个右手，点一个左脚。来，那位大哥，不要站在上面啊，我们的猴子都没有爬那么高啊！注意安全啊！来，走起来，向左向右甩动手，走动起来，来，走动起来，转起来，中华民族大团结，走动起来，向你的右手方，对，非常好。来，继续，大家不要进入到中间啊，走动起来，树上的朋友们跟上啊！咱们现场人比较多，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一定要保管好啊！来，走起来！那边的朋友都没动，这边快要完了啊！来，走起来！舞台上面也有我们的姑娘啊，跟着他们学。哎，今天各大门派都有了，加油啊！各种姿势，各种都有啊！哎，加油，就是这种感觉的。哎，跳得真好啊！给你100个赞啊！继续，跳起来！哎，这个非常好，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朋友们，加油！6声睡，漂亮，非常好啊！接着跳，接着舞，还有啊，接下来有请咱们现场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进入到草坪地中央面朝舞台。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蹦台地喽！来吧，进入到草坪地中央，面朝舞台。哎，对了，不要急，不要慌。然后呢，这个大屏上呢将会由自己显示出来啊，大家挥挥手，哎就可以了。哎，对了，漂亮。但是呢，重要的是手机一定要拿好了，不要弄掉都不知道了啊。后面的朋友们也自己主动加入进来就可以了啊。
接下来呢，带上你美丽的心情，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不要再想那些办公室密密麻麻的文件了啊！今天是来放松的啊，准备好了？现场所有亲爱的帅哥美女们，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漂亮啊！那举起双手，跟着音乐节奏，从慢到快，我们拍手啊就可以了啊！来，音乐送给我们的家人们，举起双手，跟着音乐节奏，跟着舞台上的几位小姐姐，嗨起来！哎。